接下来要介绍请求的句型，句型一样要有对象，要有请求语，要有原因，然后要加诉求。你的诉求是什么？要清楚表达。例如，很偷窥图习惯，唔地路，很袂用做门人。套用句型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爸咪，歹势，请问一下，我上偷窥图习惯，爱用做行长车嘞。我们再来练习一题。阿妹的狗妈强啊，很上头本一早来强，爱用做门不下人长不中。一样套用句型过后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哦：阿姨，拜托啦，我上头强一早，阿妹不下狗腰，袂入么？我们再来多练习一种回答。阿有，我上头强一只狗腰来做饭，拄好阿妹母孩狗妈强啊，袂入么？拜托啦。